輝哥望一望鏡頭，係。好，唔該。好，thank you，唔該晒。你知咩啦？知咩？哦，見埋呢邊啊！好啊，好啊。OK。咧就會進行呢一個點睛儀式㗎啦。請各位嘉賓咧都嚟到台前面咧參與有關嘅儀式啊！唔該晒。
巡遊嘅團隊咧，繼續係七約鄉公所香港客屬總會新界分會，跟住係鄰村鄉廟秀體育會，跟住係大埔舊墟公立學校中國舞，跟住係大埔舊墟公立學校跳舞隊，跟住係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K14鄉青年會麒麟隊。好啦，跟住係大埔舊墟公立學校保護隊，啦，因為跟住咧就去到 D 組啦，分別係大埔聯益鄉公所嘅旗海，可以揮下呢支旗啊！哇，非常之精神奕奕啊！加油！上舞天之後咧，就係香港海陸豐絲藝體育會舞獅隊。我哋一齊揮動我哋嘅旗幟。好有力量啊，好有氣勢啊！祝大家今年風調雨順，事事順利啊！身體健康。好，唔該晒，非常之有氣勢。好，跟住我哋見到後面咧，哇，好多小朋友，哇，我哋未來嘅新一代啊，大埔平衡車會，各位小朋友揮揮手咧，哇，佢哋穿上住今日特別嘅大埔平衡車會啊，係啦，各位小健大埔歷奇單車會啊，歷奇單車會啊。